而家係撈膝咬步，移重心過去右腳，放低右手，一托起隻手嘅時候，丁步加轉腰45度，丁步托掌，條腰要轉多45度，轉到去90度嘅位置。撈膝咬步第二個分解係屈爪屈手踭，左手係由右邊膊頭撳去右邊嘅腰間，左腳係要出腳踭，左腳出腳踭嘅方向係右邊腳踭嘅左邊，成個人係轉多45度。跟住撈膝咬步第三個分解坐馬，兩個膝頭哥出現咗，轉弓步，後腳硬45度，右手係推掌，左手定式擺到去左邊大髀旁邊。呢個係左撈膝咬步。右撈膝咬步啦，收腳踭，令到腳尖指住前面塊鏡，後坐，放鬆左手。而家左手係喺左邊嘅大髀，轉腰嘅時候會扣腳，咁跟住你左手會慢慢會變做白色，向住塊鏡踩實左腳，跟住收腳丁步嘅時候，咁跟住就托掌45度嚟嘅。第二個分解係出腳踭，出腳踭方向係90度正右邊，咁我哋條腰係要再轉多45度嘅。出腳踭嘅時候係屈手踭，跟住你嘅右手係由膊頭撳腰。出完之後啦，我喺前面望你，應該會見到你嘅右腳喺右邊，左腳向左邊。坐返個馬，兩個膝頭哥都響度，然後重心係喺後腳，後腳一硬，推掌、撈膝、弓步。跟住而家到野馬分鬃，後坐，跟住扣腳，兩隻手經過塊鏡嘅時候，一個大字踩實，收返隻左手左腳返嚟45度，再轉多45度。出腳踭嘅時候，俾個坐馬我，野馬分鬃定式。